第10章，伫该撒利亚有一个人，名叫哥尼流，是犹大利营的百夫长。伊是一个虔诚的人，伊甲全家拢敬畏上帝，做真济百姓，常常祈祷上帝。有一日，约伫申初，伊伫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入去，到伊迄位，讲：哥尼流。哥尼流定睛看伊，惊吓讲：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讲：你的祈祷甲你的真济，达到上帝面前，已经得到纪念。现在你着找人去约帕，请迄个称呼彼得的西门来。伊踮伫海边，一个番皮师傅西门的家内，厝是伫海边。向伊讲话的天使去了后，哥尼流叫2个家人，甲常常服侍伊的一个虔诚的兵来，将这个事拢讲互因听，就找因去约帕。第2日，行路得要进迄个城，彼得约伫中昼，上厝顶去祈祷。觉得枵啦，想要食。迄家的人拄有备饭的时阵，彼得魂游上外，看见天开，有一个物降落来，亲像一块大布，绑着4角头，堆伫地上，内面有地上逐款4骹的走兽，甲昆虫，佮天顶的白鸟。阁有声音对伊讲：彼得，起来，抬了食。彼得却讲：主啊，这是毋通，凡那俗阁无清气的物，我从来无食过。第2摆有声音对伊讲：上帝所清气的，你毋通当作上物。安尼一连3摆。迄个物随时就收倒转天顶。彼得心内拄在猜疑的中间，毋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找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徛伫门外发问，有称呼西门的彼得踮伫遮啊无？彼得要思想迄个异象的时阵，圣灵向伊讲：有3个人来找你，起来，落去，甲因相甲去，毋通犹豫，因为是我找因来。对安尼，彼得落去见遐个人，讲：我就是恁所找的人，恁来是为什么缘故？因讲：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义人，敬畏上帝，是犹太通国所学落的。伊得到一位天使指示，叫伊请你到伊的家内去，听你的话。彼得就请因入去，踮一暝。第2日起身，甲因相甲去，阁有约帕的几个兄弟甲因去。过第2日，因进入该撒利亚，哥尼流已经请伊的亲属密友听候因。彼得一个入去，哥尼流就迎接伊，拍伫伊骹前拜伊。彼得却劝伊讲：起来，我也是人。彼得甲伊讲话入去，看见有一寡人伫遐聚集，就对因讲：恁知影犹太人甲别国的人亲近来往，本是无合理，总是上帝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，拢毋通看做俗阁无清气。所以我受请的时阵，就无提时来。
现在请问恁叫我来有甚么意思呢？高尼流讲，前4日这个时阵，我伫家中守新初的祈祷，忽然有一个人穿光明的衫，徛伫我面前，讲：高尼流，你的祈祷已经得到垂听，你的真济达到上帝面前，已经得到纪念。你着找人去约帕，请迄个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伊踮伫海边一个番皮师傅西门的家内，所以我连边找人去请你。你来啦，真好。现今阮拢伫上帝的面前，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的话。彼得就开嘴讲：我真正看出上帝无偏袒人，原来逐国中迄个敬畏主行义的人，拢是主所欢喜的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，伊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个道赐予以色列人。这个话伫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对加利利去，传遍犹太。上帝怎样用圣灵甲能力抹拿撒勒人耶稣，这拢是恁知影的。伊周流四方行好事，医好烦恼富贵压制的人，因为上帝甲伊同在。伊伫犹太人的地，各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事，有阮做见证。因竟然将伊挂伫叉头顶面抬去。第3日，上帝互伊搁活显现出来，毋是显现互众人看，就是显现互上帝预先所竞选为伊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阮这会伫伊对死来搁活以后，甲伊同食同啉的人。伊吩咐阮传道互众人，证明伊是上帝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伊做见证，讲凡那信伊的人，的确因为伊的名得到赦罪。彼得要讲这个话的时阵，圣灵降伫一切听道理的人身顶，遐个奉割礼甲彼得3甲来的信徒，看见圣灵的恩赐，也浇灌伫外邦人的身顶，就拢稀奇，因为听见因讲方言，阿老上帝最大。对安尼，彼得讲：这个人既然受圣灵，甲咱一样，一罪为禁止用水甲因行洗礼呢，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因行洗礼。因搁请彼得踮几日，